我们这堂课呢，就是从15页的倒数一行，就是无我的主张方式呢，就是如何承许无我的方式呢，开始做解释。那在讲到无我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见解的部分，而且呢，就是这个中义呢，最主要的究竟见解。那我们在讨论四部中义的时候，四部中义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一开始一定都会讲到说静和有静。那在讲到有静的时候呢，静呢会讲到说二谛，在讲静和有静的时候，静呢会讨论到二谛。那在有静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关于社类学的这一些内容。那除了社类学的内容这些之外呢，我们把有静呢，就是在各中就是更深入去探讨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就是地道的这个建立。那所以上述呢是属于这一种探讨有境的时候呢，所安立的，无论说像是新的这些法类，或者说关于地道的建立呢，都是属于有境。那在讲到境的见解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佛教的最主要的见解呢，就是提到说，它的见解就是缘起见，那行为呢，就是我们所要行持的行为呢，就是无害行。那缘起见呢，讲到缘起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提到说无我的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式，也就是无我的主张。那在讨论无我的时候呢，是可以把缘起的这个见解呢收摄进去的。所以在讲到究竟见解的时候呢，是讨论到智慧分的部分。那在讲到说无害行的时候呢，那无害行所讲的呢，就是方便分。也就是呢，我们所讲的世俗菩提心，还有慈心、悲心这一点呢，是属于无害行的部分。那所以为什么在讲科判的时候呢，除了一开始在讨论静和有静、地道建立之后呢，那还要特别把无我的这个承许方式拿出来讲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显示出这个中义呢，它最主要支持的究竟见解呢，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那我们知道呢，就是佛教的四部中义里面呢，分为就是小乘的中义和大乘的中义。那小乘的中义呢，指的就是指一切有部还有经部的这个中义。那对于说小乘的中义师来说呢，他们在无我的主张里面呢，他们是承许呢，就是不特其罗无我，也就是人无我的。但是呢，他们并不承许有法无我，因为他们是承许呢法有我的。那他们在承许小乘的中义师呢，在承许到细分的这个，在承许到人无我的时候呢，那又将人无我呢分为就是初分的人无我以及细分的人无我。那为什么要把它分为初分的人无我和细分的人无我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说从所断的角度来看，初分人无我的所断呢，它的所断是初分的缘故，所以遮止了这个初分的所断之后呢，所获的无我就是初分的人无我。那细分的人无我呢，就是因为它的所断较细的缘故，所以遮止了这个细分的所断以后呢，所获的人无我呢，就是细分的人无我。所以在安立所谓的初分跟细分人无我的时候呢，是观待它的所断初分的缘故，所以遮止了初分所断获得的无我，就是初分的人无我；遮止了细分的所断之后呢，获得的无我呢，就是细分的人无我。但是呢，就像刚讲的，他们没有安立到法无我，因为他们承许呢，诸法是有我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大乘的无我。那大乘是如何建立它的无我的概念呢？那大乘呢，它除了在人无我之上呢，它又会建立所谓的法无我。那在大乘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大乘的中义呢，它就包含了唯识宗以及中观宗。那在中观里面呢，又分为中观秩序还有中观应成。那秩序派以下呢，就是虽然是大乘的中义师，但是像唯识宗还有秩序派呢，他们在承许到人无我的方式呢，其实和小乘的中义师呢是一样的。他们和小乘中义师一样，他们也是安立了初分的人无我，还有细分的人无我。那会安立初分人无我跟细分人无我的原因呢，和小乘的中义师是一样，也是从所断呢来做区分。因为所断呢分为初分的所断和细分的所断，所以遮止了初分所断之后呢，获得的无我就是初分的人无我。那遮止了细分的所断之后呢，那获得的人无我呢，就是细分的人无我。那不过呢，他们除了人无我的见解之上呢，那他们呢又会特别安立一个，就是小乘中义说师所不同意的这个法无我。所以呢，我
们收摄来说的话呢，就是以中观秩序派以下来说的话呢，他们对于人无我的安立方式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包含了初分以及细分的人无我。那为什么会安立初分和细分的人无我呢？就是因为关带所断的缘故。那应成派呢，中观应成派呢和秩序以下所安立的不同。秩序派虽然，应成派呢，虽然和秩序派还有唯识宗一样呢，安立了所谓的人无我和法无我。不过呢，他在安立人无我和法无我的时候呢，并不是从所断的粗细呢去安立所谓的人无我以及法无我。他在安立人无我以及法无我呢，最主要是从施摄处，因为这一法它的施摄处呢是补特伽罗的话呢，那就安立为是人无我。那这一法的施摄处呢，是补特伽罗以外诸法的缘故呢，所以安立为法无我。那以上呢，就是对于四部总理呢一个大约的一个阐述。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来解释到，就是那这里是小乘的无我的这个程序方式嘛。那刚刚讲到说小乘的无我呢，就是分为就是从所断来分呢，遮止初分的我呢，所得的是初分的人无我；遮止了细分的我之后呢，那所得的是细分的人无我。那这边呢，我们就要先了解到什么是初分的我，什么是细分的我。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初分的这个所断不了解的话呢，那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到说断除这个所断所获得的无我是什么。那同样的呢，细分的我呢，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是细分的我，那才能了解到断除所断之后所获得的细分无我呢是什么。那我们讲到说初分的这个人无我呢，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呢，这是初分的人无我。那细分的人无我呢，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细分的人无我。那所以呢，初分的所断呢，就是常依自主的我。那细分的所断呢，就是真实独立实体的我。那我们在讲到说细分的这个人无我的时候呢，就是有的细分的人无我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讲到说，就是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空，那或者是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空，就是有时候用实体，有时候用实体有，那有时候用实体成立，那这些意思呢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总之呢，它是用哪一个呢？就是无论说它是用实体也好，或是实体有，或是用实体成立也好，那就是把这个实体有或是实体成立的这一部分呢去掉之后，就是所谓细分的这个补特伽罗无我。那为什么要先了解到什么叫做常依自主的我，什么叫做真实独立实体的我呢？因为就如同月称论师在入中论里面就有讲到说呢，一开始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认明所破的话呢，那对于去除所破之后所获得的这个空性呢，或者说所获得的这个无我的道理呢，我们就无法清楚的了知。所以一开始呢，就要先了解到所破到底是什么东西，认明所破之后呢，那我们才能够去除所谓的所破。那为什么想要说我们要先了解到什么是无我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念皈依发心记的时候呢，从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就是闻法诸之量，或是师等诸之量都可以。那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了。那这里呢，就想要说第二个偈颂，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那在想要皈依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皈依分为就是大乘的皈依，还有小乘的皈依。所以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那就是我呢，无论是说大乘的皈依或是小乘的皈依也好，都提到了我。那以及第三句呢，我以所修就是闻法诸之量。那我以所修闻法诸之量，这里呢讲到了我皈依，还有呢我所修行的这些资粮。那所以在皈依发心里面讲到了我，所以皈依发心里面所显示的呢是我呢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讨论无我的时候呢，又是讲到说我呢是没有的。那到底我是存在还是无我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佛讲的这个法是否是有相违？他以下在皈依发心里面呢说我要去皈依，然后我要去修资粮，但是呢在讲见解的时候呢又说无我。所以如果一开始呢我们对于无我的见解没有办法清楚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于皈依发心的内容呢如实的去了解。所以才想说为什么了解无我呢是很重要的。
这边呢就请大家看到，就是课本第15页的最下面呢，讲到说无我的这个程序方式呢，那主张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空字，那空呢就是有2个不同的意思。我们之前就讲到说，空呢它有时候呢是没有的意思，那有的时候呢是不是的意思，就是非的这个意思，没有或者是非，有2个不同的意思。那此处讲的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空呢，它是表示没有呢，还是不是呢？那在经典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此处人空的时候，或是此处凭空的时候，是讲说这个地方没有人，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人，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怀疑嘛，我们只会怀疑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人？所以讲说此处人空，或是此处凭空呢，是指说这个时候空指的是没有，这个地方没有人，或是这个地方没有瓶子。我们不会强调说这个地方不是瓶子，或这个地方不是人，并不会有这种理解。但是呢，在了不了义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在讨论到见解的时候，那无论是说在小乘中义里面所讲的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或者是呢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或者说大乘的这个人无我的时候呢，讲到说不特伽罗呢自性成立空，在讲到说自性成立空的时候呢，所谓的空呢，它所指的并不是此处人空的这种空，并不是没有的意思。在讲到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空呢，它是不是的意思，就是遮止了不特伽罗是常依自主的这一点，所以它是不是的意思，它是非的意思。所以这边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指的空呢，是非不特伽罗常依自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常依自主空。那常依自主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所谓的不特伽罗呢，它不是常依自主的这个体性，所以呢，不特伽罗呢非常依自主，叫做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那第一个呢，我们在讲到不特伽罗的时候呢，不特伽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施舍处。那施舍处也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东西。那以藏文的文法来说呢，藏文是说人有，人没有，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有或者是没有的这个东西，我们所要探讨这个东西是谁呢？是人，所以人呢是施舍处。所以藏文它的语法是人有或是人没有。所以讲说你在探讨它有或是没有的施舍呢，它是施舍处会先放在前面。就比方说你要探讨的这个东西，它会放在第一个。那这个语法跟我们的中文有点不一样，因为中文是讲说有人或者是没有人，我们是把这个施舍处放在后面。但是藏文的语法，它是一开始就把这个施舍处拿出来，然后说这个人呢是存在的，或是这个人呢是不存在的。那中文是讲说有人或者是没有人，是把人放在后面。所以藏文它在讲施舍处的时候呢，就是所要探讨的这个法呢，它会放在最前面。所以现在所要探讨的这个法呢，就是不特伽罗。那不特伽罗呢，它不是常依自主的体性嘛？那这讲到说，那为什么它不是常的体性呢？那这里的常呢，就是我们在讲说常无常的这个常，所以这边常呢，指的就是说非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常法。那第二个呢，依并不是我们在讲到说依或者是相异的这种依，并不是说一个两个的这个依或者是相异的这个依。这边依指的呢，它是非，它不是有方分的这个依，它不是有方分，所以称之为是依。非无方分的依，就是讲说无方分没有办法再分解，无方分的缘故，所以它是依。所以不特伽罗呢，它也不是无方分的，所以并非是无方分的依。那第三个呢，自主指的呢，就是说不需要关带因缘而自主，所以不特伽罗它也不是不需要关带因缘而自主。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常呢，指的就是常法的常，然后依呢，指的就是说它是无方分之一，它是无方分之一。那自主指的是呢，就是不关带因缘而自主，所以不特伽罗呢，并不是这样子的体性，它非常，它也不是非无方分之一，它也不是非不需要关带因缘而自主，所以讲到说呢，不特伽罗常依自主空。那所以我们在这边
大概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那在了解了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讨论到四谛嘛。那在四谛里面讲到苦谛的时候，会讲到说苦谛的四个形象。那苦谛的四个形象呢，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空呢，在四谛十六形象苦谛里面的这个空的这个形象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这边出分的这个无我，也就是呢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空的时候，它为什么代表着就是出分的这个人无我呢？因为出分的人无我是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所以讲到说无常苦空的这个空呢，所空掉的就是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的这一点，所以叫做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呢，是四谛十相里面的这个空的形象，也就是出分的人无我。所以我们讲到说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普特伽罗呢，它不是常，它也不是无方分，它也不是不需要观待因缘而生。所以呢，去除掉这三点之后呢，就是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的空，也就是出分的人无我。那这里就讲到说呢，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空呢，它是出分的这个人无我。为什么是出分的人无我呢？因为它和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相较起来呢，就是我们要断除普特伽罗是常，普特伽罗是无方分，普特伽罗是不需要观待因缘而生的这一点呢，是比较容易去断除的。那跟这个真实独立实体比起来呢，它是比较难断除的，所以这两者相较之后呢，那普特伽罗常一自主呢比较容易断除的缘故，所以它是出分的这个所断，所以断除之后所获得的就是出分的人无我。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来解释说，普特伽罗呢，它为什么非常一自主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普特伽罗呢，它不是常，为什么呢？普特伽罗它当然不是常法，因为普特伽罗是无常法嘛，因为普特伽罗呢是会刹那刹那坏灭的。那除了我们了解到说普特伽罗是刹那刹那坏灭的呢，我们知道说普特伽罗它是可以从过去生到今生到来世。那从过去生到今生的时候呢，它过去生自然而然它的这个身体呢就毁坏之后，它才有办法到今生。那今生到来世之前呢，今生的这个身体也是要毁坏，所以它是会不断的毁坏。那同样呢，今天早上的普特伽罗呢，在晚上的时候是不存在的。那晚上的普特伽罗呢，在今天早上也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普特伽罗不会存在在明天，明天的普特伽罗呢不会存在在后天，所以普特伽罗它是刹那刹那幻灭的这个体性。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呢，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常法。那第二个呢，就是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无方分的一。为什么普特伽罗不是无方分呢？因为普特伽罗呢，它是有方分，它是要观待着支分而安立的，所以普特伽罗它并不是无方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普特伽罗它是要观待着它的这个支分，所以呢，我们在安立普特伽罗星象的时候呢，就是观待施舍处五蕴之一而去安立的，叫做普特伽罗嘛。所以普特伽罗有它的施舍处，普特的伽罗的施舍处呢，就是五蕴的任何一者是普特伽罗的施舍处。除了普特伽罗它自己有施舍处之外呢，普特伽罗也能够当做施舍处，它有它的支分，它的支分是安立什么呢？就是观待和普特伽罗呢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像是普特伽罗的无常、普特伽罗的所作性、普特伽罗能生等等呢，那这些呢都是和普特伽罗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所以我们知道说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不需要观待的这个无方分，它是要去观待支分而安离的。所以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无方分，就是最后我们讲的是无方分的这个一呢，并不是，因为它是要观待各方、观待支分而安离的。所以普特伽罗呢，并非是无方分。同样的呢，普特伽罗呢，它也不是呢不需观待因缘而生的这个体性。那这个呢，我们都知道说，普特伽罗呢，它是要观待因缘而生的。那普特伽罗它是如何观待因缘而生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普特伽罗呢，它并不是无因生，它一定呢是有它的因和它的缘。那普特伽罗的因和缘是什么呢？因为普特伽罗它是
有为法嘛，那既然是有为法，它一定要透由因缘而生。那补特伽罗因缘是什么呢？那以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的有情来说的话呢，我们想要生生世世投生的时候，一定是透由我们所造的业嘛，一定是因为业和烦恼的缘故所造下种种业，我们才会在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流转。所以呢，我们是有因，透过因缘而生的。补特伽罗是透过因缘而生的，而是不需因缘的这种自主而生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到补特伽罗呢，它不是常依自主的这个体性。那对于说补特伽罗呢不是常法的这一点，就是关于常无常的这个内容呢，在舍类学的时候呢已经讨论过了。那同样呢，在讲到说就是它是否是有方分还是无方分的时候呢，也是在舍类学在讲到一和有和异的时候，一和相异的时候呢，就是会有提到这个问题。那补特伽罗呢，它是否观待因缘而生呢？那也是在舍类学里面在讲述到安立因果的时候呢，也会做这一方面的讨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五部大论它的内容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之前在舍类学所学的内容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拿过来一起做使用的。就是在讲述到无我、初分我跟细分无我的时候呢，大家最容易搞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常依自主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说补特伽罗呢是常的这一点呢，或者说补特伽罗呢是无方分一的这一点呢，那大家比较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比较容易会产生问题的呢，是在讲到说补特伽罗常依自主。自主这两个字呢，跟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细分补特伽罗的时候，细分补特伽罗讲到说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嘛，那这个独立跟自主的意思其实有点相近，是蛮相近，所以大家会有点就会在讲到初分补特伽罗无我跟细分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就会怀疑到说这个自主跟独立呢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这是最容易遇到的问题。那这边呢，我们就在解释就是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能够比较容易清楚了解。那讲到细分的补特伽罗的这个补特伽罗细分的这个人无我的时候呢，讲到说补特伽罗呢，就是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嘛，或者说这边翻的自身能独立之实有空。那第一个就讲到说自身独立，或我们讲的真实的这个独立。什么叫做真实独立呢？真实独立，它跟我们在讲到说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自主到底有什么不同？这边独立呢，指的是说补特伽罗呢，它不需要观待运体。不需要观待运体的这个呢，叫做真实独立，或是自身独立，就是它的补特伽罗这个身，它自身它本身呢，不需要观待运体就能够成立的这一点，叫做真实独立。所以它跟我们前面讲的不观待因缘呢是不一样，因为它是讲的是说它不需要观待的运体，我们就能够去安立一个补特伽罗。但是我们知道说补特伽罗在安立的时候，一定要在运体之上才能够安立。但是呢，在运体之上安立补特伽罗的时候呢，在程序的时候反而说补特伽罗不需要观待它的施设处运体而成立的这一点呢，叫做真实独立，或是这边翻的自身独立。那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说，比如说补特伽罗呢，它是要观待运体而假立的。它观待运体假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的例子来说，比如说小明来了吗？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来的时候呢，就是看小明的运体。他运体，特别是他的色运，小明的色运有没有来？小明的色运来了，我们说哦，小明来了。或者说你有没有看到小明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没有看到小明的色运而回答说哦，我有看到小明，或是我没有看到小明。乃至说呢，小明说哦，他今天呢就是身体不舒服。那小明身体会不舒服呢，也就是他的色运呢感受到了这个苦受的缘故，他色运感受到苦受，他色运有痛苦的缘故，所以我们会说哦，小明今天生病了不舒服。所以这些呢都是观待运体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说呢，补特伽罗呢，它一定是要观待运体而去假立的，它不可能说不需要观待运体，然后能够真实独立的一个运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任何一个补特伽罗，无论是小明也好，或是小华也好，那特别是我们在设欲界的时候呢，一定都是观待着这个色运呢而去安立的。所以我们
安立补特伽罗的时候呢，一定是观待运体而去假立的，不可能说不观待运体，然后有一个真实独立的这个补特伽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讲说呢，补特伽罗它的真实独立，或讲说它自身独立的这一点呢，是讲说是否观待于运体。所以这个观待运体呢，跟前面所谓的观待因缘呢，就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观待运体而假立的这一点，比我们去了解到说观待因缘的安立这一点呢，就是又更为深细了。所以它是了解这一点呢，它是属于细分的这个补特伽罗的无我。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说，为什么呢？自主就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呢，它的自主以及所谓的真实独立的这个独立呢，为什么独立是比较细分？那常依自主的自主呢是粗分的呢？因为我们在了解到说，补特伽罗呢，它是不需要观待因缘而生，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但是相较起来呢，补特伽罗它是不需要观待运体假立而有的这一点呢，就会比较难。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当我心绪里面的这个烦恼呢，就是非常强盛的时候，那无论说我们具有强烈的贪心、嗔心，或是我慢的时候呢，升起这种强烈的烦恼，然后升起我的时候，就是也当我执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说我是需要观待这个运体而已，我只会觉得说我呢是不需要观待运体，就是一个真实独立的一个个体就在这边。当我执强烈升起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说，好像我不需要观待一切，我就是一个真实独立的这个个体。所以才讲说，相较起来，不需要观待因缘而有的这个自主，以及呢，不需要观待运体假立的这种真实独立呢，真实独立是比较细分的，所以才能够从中间呢分出一个是粗分，一个是细分的原因。那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这边讲到了呢，就是两种的这个无我嘛，就是粗分的人无我以及细分的人无我。所以反过来说呢，对于说真实独立的这个实体的这种执着呢，就是细分的人我执。那对于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我的这种执着呢，就是粗分的这个人我执。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12因缘的时候，12缘起的时候呢，第一次讲到无明。那无明之呢，他所讲的无明呢，也是所讲到的这个我执。所以无明之的这个无明呢，只能说就是对于真实不了解，所以他讲的呢是讲到这种真实独立的这种执着。所以他在讲我执的时候呢，无明之所执持的这个我呢，一定是细分的这个我，而不是粗分的这个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我，并不是执持这个我的这种执着，叫做12缘起第一支的这个无明的这个无明我执呢，并不是执持粗分的这个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我，它一定呢是执持所谓的细分的这个补特伽罗的这个有我，也就是它一定是执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呢，才是12缘起当中里面第一支无明之的这个我执。那大家呢，就是先看仁波切的这个双手，就是现在讲一个相关联的，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所谓的补特伽罗我执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分为两个嘛，一个对于说就是细分无我的这个相反的这个所断，也就是呢细分的这个我执。那对于粗分无我的这个所断的这种执持呢，就是粗分的我执。那仁波切一只手呢代表细分的我执，一只手代表粗分的这个我执。那我们先讲到说，就是对于说细分的这个无我的这个所断，也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这个实体的这个执着呢，那这个执着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讨论说心去执持的时候呢，在执持之上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的心在执持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时候，还有说我们的心在执持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有的时候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有一种叫做具身心。那具身心呢，就是它能够自然而生的，不需要透由中医和亲教师，我们本身没有透过学习就能够升起的这种执着呢，是具身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要透由中医或者是亲教师教导之后呢，我们才会升起这样的执着呢。那这个呢是属于遍计。那对于说
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呢，就是我们是可以不需要依靠着中义还有清教师，是我们能够自身呢，它就能够自然升起的。所以我们讲到说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呢，它是属于它有具身的这个执着。那这种执着除了说具身的执着之外呢，那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也可以透由中义还有清教师教导之后呢，而升起这样子的执着。所以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执着呢，它具身执以及片剂执呢是两者皆有的。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对于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我们讲到说，它有一种呢，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就能够任运而生的这种具身执，那以及呢，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依着中义还有这些清教师教导的这个阿舍离清教师呢，才升起这样片剂的这个执着。那因为呢，对于这种细分的我执呢，有所谓的具身执以及片剂执的缘故呢，片剂执就是依着中义和清教师而生的这种片剂的执着，还有呢，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能够任运而生的这个具身执的缘故，还有片剂执和具身执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来到片剂执的这个真实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它就是见道所断。那从无始以来任运而生的这个具身执呢，它就是修道所断。所以细分的这个人无我呢，细分的这个人我执呢，它又可以分为就是见道所断以及修道所断的这两者。那见道所断呢，就是片剂的这个执着，在我们见道的时候呢，能够断除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叫做见道所断。那具身所断呢，就是要我们到修道之后呢，才能够断除。所以呢，我们这边在了解到地道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在见道的时候断除了片剂的这种执着的时候，就是对于细分的这个人我执，细分人我执的这个执着呢，在它的片剂执断除的时候呢，那所获得的果位呢，就是见道的解脱道。那对于具身的这种执着呢，就是从无始以来任运而生的这种具身的这个执着呢，它是修道所断。那什么时候能够断除细分的这种补特伽罗细分的这个我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所承办的果位呢，就是阿罗汉的果位。那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对于细分的这个人我执呢，我们了解到说它的境呢是什么？它所支持的呢，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那以及呢，它的心呢是如何去支持的。那所以我们可以从了解到心支持的方式呢，可以知道说细分的这个人我执呢，它可以分为具身执以及片剂执。那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补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也就是初分的这个人我执。那对于初分的人我执来说呢，它并没有这种从无始以来任运而生的具身执。为什么说初分的这个人我执呢？它不会有无始以来任运而生的这种具身的执着呢？因为它一定要透过接触到中义和清教师之后呢，才会升起。为什么？因为对于补特伽罗是常法这一点，或者说补特伽罗是无方分这一点，或是补特伽罗它不需要关带因缘而生的这一点呢，你一定要学过中义，你才知道什么是常法，什么是无方分，什么是不需要关带因缘。你要么就是接触中义，要么就是有清教师呢教导你之后，你才能够了解的缘故。所以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它没有所谓的具身执，它只有片剂执而已。因为你要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了解说它是常法，是无方分，是不需要关带因缘的，你一定要接触到中义，或者是有清教师教导，你才能够了解。所以它仅有片剂执，没有具身执。那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因为呢，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它是一定要接触到中义或者是清教师之后才能升起，所以它唯有片剂的这个执着。所以它既然只有片剂执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从所断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就是见道所断。那它既然是见道所断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当我们进入见道的无间道的时候呢，就可以正对治。那在见道解脱道的时候呢，就能够断除
就能够断除这样子的初分的执着，就能够断除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有的这种执着呢，就能够断除。所以，当我们进入修道的时候呢，心绪之中就再也不会升起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种执着。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就是初分还有细分的这个人我执呢，它的差异就在于说，细分的这个人我执，它可以分为见道手段以及修道手段。那初分的这个人我执呢，它只有见道手段而已，它并没有所谓的修道手段，因为它是见道手段的缘故，它唯有见道手段缘故呢，所以在见道时候呢，就能够完全断除。那见道的解脱道以后呢，就再也不会升起这种初分的这个人我执了。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呢，就是在无我的这种承许方式呢，承许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呢，是初分的补特伽罗无我，以及呢，补特伽罗就是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那不承许法无我的这一点呢，类似于毗婆沙宗，所以才讲到说，就是他现在讲的是经部宗嘛，经部宗它不承许法无我，那它不承许法无我的这一点呢，跟毗婆沙宗呢是相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小乘的这个宗义师呢，就是无论是毗婆沙宗也好，就是有部以及呢经部宗呢，他们是承许法有我的，他们是承许有法我的，因为呢，把法我呢视为所破而要遮止的呢，这个唯有大乘的宗义师。大乘宗义师呢，他们才认为说，他们才会有承许说有所谓的这个法我，而且法我是不存在的，所以法我是所破，法我是要遮止的。那大乘的宗义师呢，在承许法我的时候呢，有两种的承许方式，一种呢就是承许所谓的外境成立呢是法我，所以呢，他不承许外境成立的缘故呢，所以他要遮止所谓的这个法有我，所以进而成立呢，遮止掉了外境成立之后呢，成立了法无我。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承许第十成立，或者是呢自性成立为法我，然后呢遮止了第十成立以及遮止了自性成立之后呢，承许了法无我。但是这两点无论哪一种呢，对于下部宗就是毗婆沙宗或者说经部宗来说呢，它都是成立的。因为以外境成立来说的话呢，经部宗跟一切有部呢都是承许外境成立的，所以以承许外境成立呢是法我要破除的这种呢，对于来说下部宗他无法接受，因为他承许诸法是外境成立的。那同样的呢，如果把这个法我呢安立为第十成立或者是自性成立，无论是哪一个呢，那这个对于一切有部以及经部宗呢也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承许呢诸法都是第十成立，或者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经部宗和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有法无我。所以关于这个就是无我的这种主张的这个案例呢，除了上述所讲述到的内容呢，那我们知道说世尊呢有讲到四法印，那四法印呢讲的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还有涅槃极尽，这四者称作是四法印。那诸法无我的无我呢，指的是细分的这个无我，也就是诸法呢，它都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所以这边讲的诸法无我的无我呢，并不是讲说补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空，所以这边的无我指的是细分的人无我。那同样的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苦地的四个形象里面呢，无常、苦、空、无我。那讲到空呢，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所以是初分的人无我。那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无我呢，指的呢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所以这个无我代表的呢是细分的人无我。所以在苦地的四个形象里面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空的形象，还有无我的形象。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所讲到的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即是菩提我归依，我以所行施等诸之量。这里面讲的两个我呢，从今即是菩提我归依的我，还有我以所行施等诸之量的我呢，这两个我是存在的。为什么是存在呢？因为这两个我呢是名言安立的我，也就是从今即是菩提我归的这个我，还有说我以所行施等诸这样这个我呢，它所指的呢是补特伽罗，所以跟我们这里所讲述到无我的这个我呢是不一样的。无我的我呢，指的呢是所破，就是要证得这个
升起无我会的这个所迫呢，所以无我的这个我是所迫，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在讲到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一，我以所行识等诸之两个我呢，这两个我是名言安立的我，所指的是补特伽罗，所以所指的是因缘而生的这个我，还有它是具有能作所作这种作用的这个我呢，这个我是存在的。所以这两个虽然都是我的这个名言，但是呢，安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了解了到说，就是虽然说两个呢都是我，但是二者呢有一个这样的差别，一个是指名言安立呢由因缘而生的我，那另外一个呢是所迫的这个我之后呢，那我们之后呢就不会有，就比较不容易去搞说我为什么一下讲说我呢要干嘛干嘛，然后一下又说呢无我是不存在的，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那这边呢，就想请问仁波切，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就是理所迫的对境，就是正理所迫的对境不存在。那以道理，就是正理所破除的这个正理所迫呢，是否存在？那正理所迫是指所迫的境呢，还是指破除的方式？那仁波切这里就讲到说呢，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所迫的这个我呢，那所迫的这个我们一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不会牵扯到这个理所迫，但是说正理所迫呢，它是可以包含在里面。那我们先来讲到什么叫做正理所迫呢？正理所迫呢，它同样呢分为两个，正理所迫它分为境的所迫，还有呢就是有境的所迫，这两者就是正理所迫它分为境和有境。那境的这个正理所迫呢是不存在的，境的这个正理所迫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补特伽罗常一自足有，或者说呢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有呢，这个是境的所迫，所以境的所迫呢是不存在的。那有境的所迫是什么呢？有境的所迫呢，就是对于这两个境的执着，也就是粗分的人我执和细分的人我执，就是执着支持补特伽罗常一自足有的这个了知，和支持补特伽罗呢是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了知呢，是有境的这个所迫。那它除了叫做有境的所迫以外呢，我们也会叫做道之所迫。那所以讲到说道之所迫还有有境所迫呢，它是存在的，但是呢道之所迫和有境所迫呢，它的单着境呢是不存在的，所以一般呢我们会这样子的来做回答。那所以我们是讲到说，这个正理所迫的时候呢，它所遮止的呢是遮止这个境，它没有办法遮止这个执着，就是说它所遮止的呢是遮止补特伽罗常一自足有，或者说遮止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一点呢是它能够遮止的，但是它无法遮止，就是粗分以及细分的这种人我执，它是无法遮止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要升起比度的时候呢，要透一个正因，比如说透有声音，声音有法，它是无常，以是所作性故，所以我们透有所作性的这个正因呢，能够了解到声音是无常，就升起比度的时候，透有所作性的正因呢，然后升起了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比度嘛，只是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比度。但是这个比度呢，它在遮止的时候，它是遮止了声音是常的这一点，遮止了声音是常之后，成立了声音是无常。但是这个比度呢，它并没有办法去遮止呢声音是常的这种执着，所以它只能够去遮止境之外，它无法去遮止有境。所以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道之，就是这个正理所迫的这个有境的这个正理所迫的这个正理所迫的时候呢，它所正理所迫，它所遮止的呢是遮止境，它遮止了补特伽罗是常一自足有的这一点，然后遮止了补特伽罗呢是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一点，但是它无法遮止补特伽罗常一自足有的这个执着，也无法遮止补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那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山上有法，山上有法，它是有火的，以有烟故的，就是以有烟的这个正因呢来成立山上有火。那有烟的这个正因成立山上有火的时候呢，那当我们的就是心里面心绪中的这个正理，或者说这个比度呢，就是支持山上有火的时候呢，那我们所破除的所破呢，就是山上没有火的这一点会被遮止之外，就是以有烟故。
以有烟的这个正理升起山上有火的这种比度之后呢，我们所遮掉的呢是遮止山上没火的这个所迫，但是无法遮持，就是让心绪中再也没有办法升起山上没有火的这种执着，它是没有办法去做遮持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这边透有就是有烟的这个正理呢，它所遮止掉的呢是山上没有火的这一点之外，它没有办法遮止掉山上没有火的执着。所以就如同呢，我们讲到说，就是透有所作性的这个正因呢，最初就是通达声音是无常的这个古特伽罗，它透有所作性的正因呢，通达声音是无常的时候呢，它仅仅遮止掉了所破声音是常的这一点，它无法断除呢声音是常的这个执着，声是常的这个执着，一直要到就是我们到了就是金刚预定的时候，就是你要到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断除这个常执之外，在此之前是没有办法断除常执的。但是最初在内心升起正德声音是无常这个比度的古特伽罗呢，它可以透由所作性的这个正因呢，然后断除声音是常的这一点，但是它无法断除声音是常的这个执着。那或者说，我们再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解说，就是有境呢，它是没有办法断除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境呢，它是心法，它是了知，它是存在的。它既然是存在的时候呢，就不可能由量去断除它。量无法断除这个存在的东西，就像说，我们要由量呢去断除瓶子，量是没有办法断除瓶子的。为什么？因为瓶子它本身就是存在的，它是正确的一个法，它本身就是存在，你不可能由量去断除。如果量都没有办法断除的话呢，那就更没有办法透由理路呢去断除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已经回小向大，并且现证空性的阿罗汉来说呢，他升起无造作菩提心，进入大乘资粮道之后，那他如何获得见到位？见到位的标准是什么？那仁波切就回答到说呢，就是以这样子的友情来说呢，他是否能够承办见到位呢？是以他的资粮来说，就是在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呢，他要圆满第一阿僧祇劫的这个资粮。那等到进入见到位到就是不进七地之前，就是从初地到七地呢，它要圆满第二阿僧祇劫的资粮。那从八地到十地的时候呢，它圆满第三阿僧祇劫的资粮呢，它才能够成佛。所以是以资粮呢来区分它的这个道的。也就是说呢，就是以回小向大这个阿罗汉，虽然说他本身呢已经现证空性了，但是虽然说他的心绪里面，他在大乘的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虽然说他心绪里面呢有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但是他现证空性的这个智慧呢，无法成为圣意菩提心。为什么无法成为圣意菩提心呢？因为简单来说，就因为他没有办法圆满第一阿僧祇劫的资粮。那他何时才能够成为圣道位呢？什么时候进入圣道位？就是他什么时候圆满了第一阿僧祇劫的资粮的时候，他才有办法进入圣道位。那他心绪中的这个正的空性的智慧呢，才有办法成为圣意菩提心。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讲到说，直品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品是品的异共相。那品的异共相呢，就是直品分别中显现非非品。那在文稿里面呢，好像讲到说，分别之的显现境和分别之的显现呢是一样的。那仁波切回答说，我们在讲到说，分别之的显现境呢和分别之的显现二者呢是一样的呢，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分别之的显现，那分别之所显现的呢就是异共相，所以讲说分别之的显现和分别之的显现境呢二者是一样，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说直品分别中显现非非品呢和品的异共相二者是不是同义呢？那这个呢就没有办法称它为是同义。为什么说直品分别中显现非非品呢和品的异共相两者不是同义呢？就是我们讲到说直品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品呢，它本身呢是瓶子的异共相，但是它的话呢并不是瓶子的异共相。为什么呢？因为以瓶子来说，瓶子呢它是直品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品，但是瓶子并不是瓶子的异共相，所以直品分别中显现为非非品，它本身是
平的异共项，但是是直平分别中显现为非平显现为非平的话呢，不一定是平值的异共项，因为呢平值是直平分别中显现为非平，但是呢它并不是平值的异共项，就是要做这样子的区别。这个举例来说，我简单的说，直接讲啊，这个会吧，所知是常法，所知不一定是常法，这样子一样的流利。所以就是像人界所讲的，所知呢是常法，但是所知的话呢，不一定是常法，这个意思呢是一样的。所以直平分别中显现为非平呢，它本身呢是平的异共项，但是呢是直平分别中显现为非平的话呢，不一定会是平值的异共项。就以平值来说，因为平值它是呢，平值本身呢它是直平分别中显现为非平嘛，但是它并不是平的异共项。如果这样程序这两个是同意的话呢，那很多就会以平值有法呢，然后就来给你叉。就是显现为非平跟显现非平，其实就是在讲成立法跟遮前法。那请问仁波切是说，在分别之显现非平跟显现为非平，哪一个是成立法，哪一个是遮前法？或者是在不管是直接境或间接境，哪一个是成立法，哪一个是遮前法？那人切说呢，并不是说直平分别显现为非平，或者说直平分别显现非平呢，跟有为就是为还有没有这个为字呢，并不是说一个会变成成立法，一个会变为遮前法，这两个呢都是遮前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说一个要加上为，一个不加上为有怎样的过失呢？最主要是讲述到说，来讲内容最主要是讲到说，直平分别显现为非平，如果不加上为字的话呢，是会产生过失的，所以要加上为这个字，并不是说加了为之后，一个是遮前法，一个是成立法，并不是的，因为它本身无论说你是说直平分别显现为非平也好，或是直平分别显现非平也好，它呢都是这个遮前法。那加上为的缘故呢，是因为要避免这样子的过失产生，就是避免有过失。有怎样的过失呢？因为比如说直平分别显现非平的话呢，就变成说你显现为非平的时候是显现平值这个东西，显现为非平嘛，直平分别显现为非平，就是直平分别它所显现的呢是平值嘛，非平是它所显现的是非平。但是如果你想说直平分别显现非平的时候呢，就变成说它同时显现了平值，还有同时显现了非平，这样就变成说你所显现的平值和非平两者呢是同时的显现，但是你如果想说直平分别显现为非平，就是它所显现的是平值，所以它直接显现平值，然后间接呢遮止掉非平的这一点，就变成说是可以由为字加了为之后来理解。但是你不加为的时候呢，假如说直平分别显现非平，就变成说它显现了平值，也显现了非平，那这样子呢会有过失，所以才说要加上为，是避免这样子的过失产生，而不是说加了为之后呢，它变成了成立法，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人们现在说它没有所谓的成立法这一种，因为非平它本身就是一个遮前法，所以它在内心所显现的时候就是遮前，它唯有遮前法之外不可能会出现成立法。而且就讲说为什么要讲说显现为非平呢？因为直平分别它没有办法显现非平，一定要显现为非平才是合理的。因为直平分别在直持平值的时候，它一定是显现为平值嘛，非平就是平值，它一定是显现为是平值之外，它不可能显现一个非然后非平，它不会显现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加上为字，没有说不加为的这个直平分别显现非平这个东西，所以才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要加上这个为字。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平呢，它的平值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讲说平值的遮前法就可以分为3种嘛。那一种就是
觉知的这种遮前嘛。那觉知的遮前，它其实指的呢是异共相，就是直平分别呢显现为非非平的这一点。那显现为非非平的时候呢，无论说就是我们讲到说你显现它，无论说你有加这个为，那现在说就是没有为的时候呢，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到说它是非非平。那非非平它是遮前法，那既然非非平是遮前法的时候呢，你能够对于非非平了解说它是遮前法的时候，那显现为非非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理路，它所显现出来的呢就是非非平的这种形象，就是不是平直的形象嘛。那不是平的形象，它自然而然也是一种遮前法，就是显现为，就是显现是不是的平直，不是平直嘛。那所以这种显现出来的呢，它也是属于遮前法。因为我们在讲到说显现为非非平的时候，你好像先遮止掉了这个非平这个东西嘛，你遮止了非平，所以显现是平直嘛。我对于觉知之非遮前这一块是不清楚的。像如果以分别知在显现为非非平的时候，那非非平，一般我们讲非非平，不讲其他，只讲非非平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是意志相之非遮，因为它成立出来，它否定非平之后成立平，所以它是觉知之非，它是意志相之非遮，因为它成立是平嘛，那平是属于无常法，所以它会是意志相之非遮。但是在分别知这一块显现为非非平，为什么会是觉知之非遮？我刚有把定义写上去了，既是非遮，觉知之非遮的定义，既是非遮之排他，也是那个分别正义相符是觉知的之非遮的定义。好，那我觉得重点就在分别正义相符是。如果显现为非非平，我并没有争议它啊，那怎么会是觉知之非遮？我说从定义上来看的话，如果在分别之显现为非非平，理应不应该是觉知之非遮？这里呢，仁波切就讲说，就是对于这个现象呢，就是我们先要理解到说，这里所讲的分别争议呢，既是非遮是排他，以是分别争议相符是。分别争议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要用说我现在在讲直平分别，所以这边讲的分别争议呢，是讲说直平直的分别心呢，它去争议，并不是的。因为现在呢是经部中讲的分别争议的意思就是常法同义，所以这边讲的说分别争议指的是常法。所以这里呢，就是你可能把这个分别争议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在讲到觉知遮前的时候呢，你把这个分别争议呢理解为说直平分别它要去争议个什么东西，并不是的。这边的分别争议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一般在经部中就是所讲的分别安立，有分别性安立就是常法，所以它是和常法是同义的意思，并不是有一个说又有特别有一个指什么的分别心，然后去争议什么东西，并不是这样去做理解的。所以这边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这是刚所讲的第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就是分别争议的时候呢，这个分别争议并不是指说以一个就是别项的这个分别呢，然后去指说这个直平的这个分别心呢，它对平直呢有什么样的争议，并不是。这边所讲的分别争议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直持形象的一个分别，并不是指说个别别项的哪个分别，完全就讲说直持形象的这个分别，这样子去理解就可以了。